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如標題所講，我哋 Big Dog Channel 加入咗位新成員，為大家介紹更多嘅放狗好去處。喺我介紹呢位新成員之前呢，首先要同大家講下我哋 channel 點解多咗位新成員，原因主要有3個。第一，香港嘅天氣環境。香港由4月開始，天氣就開始會熱到大約11月左右。普遍狗狗都怕熱，Taco 亦都唔例外。所以由4月開始，Taco 都唔可以停留喺戶外嘅地方太耐。第二，寵物友善景點嘅位置同交通嘅問題。有啲寵物友善餐廳同寵物友善景點位於比較偏遠嘅地方，冇私家車嘅話，真係好難帶咁大隻狗去又遠又偏門嘅地方。我試過加晒錢，等咗半個幾鐘都 call 唔到車。如果得自己一個嘅話，搭小巴或者搭巴士已經可以離開呢度返咗屋企啦。第三，狗狗嘅體重限制。有啲寵物友善景點或者設施只限細狗，例如酒店嘅 staycation， 有啲酒店只限20 kg 以下嘅狗狗。嚟緊嘅港鐵搭車都只限細狗。就係以上3個原因，好難帶Taco去各種嘅放狗好去處，咁樣對我哋頻道嘅發展點都有少少阻礙。拍片題材亦都受限制，為咗可以拍更多嘅放狗好去處俾大家睇，我哋就邀請咗呢位新成員加入啦。就係佢，因為未諗名，暫時我就叫佢做小助手。小助手係Taco爸喺夾公仔店夾返嚟嘅。我見到佢就覺得佢好似Taco啊，就係咁樣，我哋Big Dog Channel 就邀請咗小助手加入啦。不過如果條件許可嘅話，當然優先帶Taco出街拍片先啦。我哋會繼續努力拍多啲片俾大家睇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